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經大排檔。馬鞍山錦柏苑178.7萬買到一間374尺嘅新樓，尺價唔夠4800蚊。但同一個屋苑臨近收樓前後半年，官方成交記錄出現咗80宗撻訂。我哋將呢80宗原本嘅成交價逐宗加埋，單計樓價5%，涉及大約644萬。80宗640萬，一眼睇落好似係呢個樓盤出咗問題。但錦柏苑一共有1896伙，80宗放翻全盤入面，其實大約係4.2%。呢個比例究竟算唔算高？如果只同今期綠置居比較，錦柏苑未必特別異常。同屬綠置居2002接近落成嗰段時間，高宏苑同清濤苑亦出現相若比例嘅撤銷交易。即係80宗，聽落好多，部分原因只係錦柏苑本身接近1900伙，屋苑越大，就算比例一樣，宗數都會睇落更加嚇人。但當我哋再向前比較，件事就唔同咗。樓市向上嗰段時期，綠置居2018嘅麗翠苑2545伙入面，房委會當時只收回12個撤銷交易單位，比例大約係0.47%。居屋2018合共有4431伙，之後因撤銷交易而收回嘅單位只有18個，比例大約係0.41%。舊數據同今次半年80宗，統計時間唔係完全相同，所以唔可以當成一個正式嘅撻訂升10倍指標。但不足0.5%，對住今日數個百分點，差距已經大到唔能夠只用屋苑規模解釋。真正變咗嘅可能唔係錦柏苑，而係買家對樓市嘅預期。先講清楚，178.7萬374尺嗰間係錦柏苑一個正常收樓嘅單位，嗰位業主並冇撻訂。80宗係整個屋苑嘅撤銷交易記錄，房委會亦冇公開每一名買家嘅撻訂原因，所以今集唔會話80宗全部都係因為睇淡樓市。但如果唔係得一個屋苑，而係近年一批資助房屋嘅撻訂比例都一齊升，淨係話有人轉工、失業、生小朋友呢啲原因唔夠有力，因為私人物業樓花一樣要等2-3年，買家一樣會遇到呢啲人生變化。呢啲原因可以解釋有啲人點解退出，但解釋唔到點解同一段時間成批買家都更願意蝕5%走人。樓市上升嗰陣，撻訂係一個非常昂貴嘅決定。你唔止蝕咗5%，你放棄咗個單位，可能過多1年已經更加貴。就算想再買，都未必抽得翻，亦未必追得翻原本個價。所以升市年代，買家最驚嘅係今日唔要，聽日買唔翻。除非家庭真係出現重大變故，否則大部分人都會諗辦法完成交易。但樓市向下，條數就唔係咁計。香港住宅樓價由2022至2024年連跌3年，單係2024年再跌7.1%。錦柏苑買家由2023年揀樓到2026年先真正收樓，中間睇住樓市經歷長時間調整。3年前可能仲會覺得真係好彩咁都俾我抽到，但去到今日去諗嘅可能係樓價仲跌緊，我而家仲接唔接好？於是5%嘅意義都變咗。升市時5%係一筆阻止你放棄平價資產嘅損失。跌市時，部分買家可能會將5%理解成買斷未來下跌風險嘅退出費。佢哋未必計得啱，但作決定嘅從來唔係幾年後嘅真實樓價，而係買家當刻相信樓價之後會點行。撻訂高咗係咪就證明間樓唔值？唔係，80宗撻訂可以反映信心變弱，但唔能夠直接證明錦柏苑本身有問題，因為錦柏苑半年4.2%嘅比例放喺同批綠置居項目入面並唔係最高。真正嘅變化更似係整批買家所面對嘅市場氣氛變咗。換句話講，80宗唔一定係對錦柏苑投不信任票，但可能係對未來樓市投不信任票。買家未必覺得層樓今日唔抵，佢哋可能只係唔肯定今日嘅平價會唔會變成聽日嘅高價。而且640萬都要睇清楚，呢個係80宗合計單計5%嘅數字，平均攤開每宗大約係8萬蚊。8萬當然唔係小數目，但佢唔係一個買家蝕640萬，亦唔代表80宗背後全部係同一個原因。經濟學有一個概念叫做沉沒成本，即係已經付出，而且無論下一步點做都收唔翻嘅錢。當5%已經確定收唔翻，下一個決定唔應該再問我之前已經俾咗幾多，而係由今日開始繼續交易仲要承擔幾多。如果層樓仍然適合，
供款亦負擔得到，蝕5%離場未必合理。但如果買家相信樓價仲會跌，或者未來供款風險已經大過預期，佢就可能寧願承認一個有限損失，都唔想接受一個20-30年嘅承諾。所以沉沒成本解釋嘅唔係點解撻訂數量增加，而係當信心轉弱之後，買家點解願意真正按下退出掣。但買家驚樓價繼續跌，唔代表結果真係會跌。我哋按座數、樓層同單位號碼配對到49個較早撤銷其後重新簽買賣協議嘅錦柏苑單位，結果49個新成交價全部高過原本被撤銷嗰份合約，升幅由約4.3%去到約15.3%。呢組係我哋按房委會成交記錄冊整理所得，唔係房委會另外公布嘅統計。點解私人樓市回落，房委會重售價反而可以更高？因為資助房屋嘅售價唔止取決於市場升定跌，仲取決於政府用幾多折扣出售。錦柏苑最初喺綠置居2022推出時，係按評定市值折減59%，即大約41折出售。去到之後嘅銷售計劃，資助折扣收窄。所以就算市場價格有變，重新定價之後，一樣可以比最初合約價高。呢個反轉證明兩件事：第一，撻訂買家未必可以遲啲用更低價買翻同一類單位；第二，買家作決定時所擔心嘅風險同最後真正發生嘅結果可以完全唔同。所以撻訂增加反映嘅首先係預期，唔一定係買家成功估中咗樓價。私人物業樓花買家同樣要等幾年，但綠置居買家作決定時多咗一樣私人物業買家通常冇嘅取捨，就係原本住緊嘅公屋。部分綠置居買家完成交易後，要喺指定期限內交回原有公屋，即係收樓唔只代表我開始真正擁有自己一層樓，同時代表我放棄原本低租金冇按揭壓力嘅居住安排。樓市向上嗰陣，呢個交換比較容易理解，用公屋租住保障換一項可能升值嘅資產。但樓市連跌幾年之後，兩樣嘢嘅價值感會改變。業權仍然有價值，但低租金、低風險同現金流穩定突然變得更加吸引。而且錦柏苑適用嘅轉售限制亦比較長，首5年內只可以免補價喺居屋第二市場，以不高於原來買價出售。第6至第15年先可以自行議價，15年後先可以選擇補價，再喺公開市場出售或者出租。所以綠置居買家真正面對嘅唔係單純180萬抵唔抵，而係我應唔應該放棄公屋，開始供款，再接受10幾年嘅轉售限制。樓市有信心嗰陣，答案比較容易偏向買；樓市冇信心嗰陣，同一套條件就可能令人覺得退路太少。80宗未能證明錦柏苑有伏，因為放翻同批項目比較，錦柏苑唔係特別高。80宗亦未能證明每一名買家都係因為睇淡樓市，因為官方冇公開個別原因。但歷史比較有力支持一件事：升市年代部分居屋同綠置居項目嘅撤銷比例不足0.5%，去到樓價經歷多年調整，撤銷比例升至數個百分點。即使統計窗口唔完全相同，方向仍然非常明顯。所以觀眾最容易睇錯嘅係見到80宗撻訂，立即以為錦柏苑一定有問題。但真正嘅故事可能係有問題嘅唔係一間樓，而係買家已經唔再相信樓價遲早一定會升翻。以前買家怕錯過，而家買家怕接貨，呢個先係撻訂比例改變背後最值得留意嘅樓市信號。以後見到撻訂數字應該點睇？第一，唔好只睇宗數，要問成個項目有幾多伙，撻訂佔幾多比例。80宗放喺400伙同1900伙，意思完全唔同。第二，唔好只同今日其他樓盤比較，仲要同上一個樓市周期比較。同樣係資助房屋，升市時不足0.5%，跌市時升到數個百分點，背後反映嘅可能唔係樓盤質素，而係買家嘅風險取態。第三，要分清楚買家驚乜同最後發生乜。錦柏苑部分買家可能擔心繼續跌，所以選擇撻訂。但目前已重新簽約嘅49個單位，售價反而全部高過舊價，預期可以推動行為，但預期唔一定會成真。當買家由驚錯過變成驚接貨，
撻訂就唔再只係個別家庭改變主意，佢開始變成一個樓市信心指標。真正值得留意嘅唔係錦柏苑有80宗人走，而係一間樓已經平到180萬，仍然不足以令所有買家相信今日接貨會比保留退路更加安全。今日嘅內容就去到呢度。如果想睇我哋嘅其他影片，可以留意屏幕上嘅推介，記得訂閱呢條頻道、讚好同轉發呢條影片。呢度係財經大排檔，我哋下次再見。